13囡仔童，自细爸母着真惨，为着生活不甘难，每日出去收酒干，收酒干。 有酒干通买无，歹当有啥破纸通买无？日子透早着出门，家好好去甲问，问甲贫惰是家酸，就是打拼顾三顿，顾三顿。有酒干通买无？ 歹当有啥破纸通买无？人家去洗。